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11，旧历的正月18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来宣布，为今仔日开始禁止香港甲澳门的人士到台湾。这个政策一个宣布，香港、澳门有真侪学生抢改机票，赶于昨深夜12点之前来到台湾。像这个实践大学港澳的学生有250个。其中有190个已经来到台湾，每一个人发予因一个关怀包，内底有酒精、量体温的，阁有防疫的小叮咛，而且阁有专人甲因送餐。目前伫台湾读册的香港、澳门的学生10844个，也阁有将近800个暂时无法度返来台湾。学校会用视讯来教课，到时阵嘛来补课。109年2月11日0时起，港澳人士皆暂缓来台。港澳禁令一出，要来台湾读书的港澳学生心情拢真乱，赶紧快马加鞭抢要机位。敢若是实践大学一个英案，都有22名学生提前返来学校。很庆幸我就是提早回来，因为我本来就是打算跟朋友一起回来。我有问过他要不要一起改机票，他说算了。昨天晚上就出了那个公告，然后他很崩溃。学校紧急让出女学生的宿舍，予港澳学生伫宿舍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，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关怀包，有酒精、豆浆、3顿教官负责送餐。但是向阳对港澳人士提出禁令，校方嘛措手不及。打包大概要100-200包，100-200个箱子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结果突然之间说不用了，所以等于说我们真的是白白做了一场工。目前伫台湾读册的港澳学生总共有10844名，到初9为止，也阁有7000多人无入境。大概估计501个港澳学生内面，大约有200多个人无法度回台。只会当透过安心就学措施，用视讯或者是补课方式完成学业。